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前面快閘嘅馬內蘭咪就係飲杯嚟，一位黃帽咧就會長之寶啊，後邊5匹馬缺一劍，咁啊時尚風趣啊，尾3紅帽安康萬里啊，後邊2隻大浪原田同埋差唔多收慢嗰隻狼來了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8進巨星中間佔先嘅，內蘭有幸運星球啊，中間呢就飲杯開始追上嚟啦，後多層啊嘛，攝入邊上有會長之寶，中間無限美麗啊，出邊追上嚟嘅馬係安康萬里啊，最後100零米飲杯咧就走甩咗2個馬位贏緊呢場賽事啊，跑第2名嘅馬係安康萬里啊，第3名無限美麗，第4名係精英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飲杯都全程守住一個非常靚嘅位置，入彎攞出嚟中檔一截就掟甩咗啦。咁啊安康萬里留住嚟跑，衝翻嘅第2，無限美麗第3，第4名係精英。好啦，希斯食個尾糊啊，飲杯，今晚一檔形勢好跑。